係啊，嗱兩位咧都係擺晒感覺落呢首歌裏邊㗎啦。咁當時你諗住去演繹嘅時候咧，準備好呢首歌時候咧，有冇已經係 picture 得到一啲嘅想法啊、一啲畫面咁樣？有啊，雖然我哋啱啱即係啱啱就淨係錄咗可能小段嘅即係廣播劇啦，但係我覺得即係完成咗成個即係 script 啊，成個廣播劇之後咧，我諗我應該會喺呢一首歌入邊再加翻更多嘅感情咯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即係錄嘅時候咧，即係雖然係有即係啱啱 warm up 啊，之後慢慢就大家好似越嚟越好，越嚟越熟，跟住個感情大家都越嚟越投入，所以我覺得都會同嚟緊呢一首歌一樣。咁我就之後會慢慢再投入多啲，同埋再回顧翻我哋喺廣播劇即係投入嘅角色同埋嗰種感情。係咁，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期待呢一次嘅主題曲咧就係、雪花，亦都係呢個廣播劇咧就係、生成式戀愛。不過咁樣呢個時間咧，就先5位嘅朋友可以拎住呢一個，你哋接受同埋拒絕呢一個。